恁着学乐耶和华，着伫上帝的圣所学乐伊，着伫伊宽宁的宫窗学乐伊，着因为伊大宽宁的行做学乐伊，照伊美妙的管大学乐伊。囡仔有喘气的，拢着学乐耶和华，恁着学乐耶和华。世间情人拢着恬静，坚信徛伫伊面前，无伫看愈世间俗事，逐项问题伊受顺。上帝降临伊的圣殿，敬拜心敬虔。这是咱的吟圣诗，圣诗54首，同心学乐天父，请吟全首。当时无落天边，主人有我上帝，听当人民无强无尽，超过天顶地位，学乐耶稣尊名，上帝。都是会行，讲了着大道人做光，替咱放下性命，学了上帝相信，关了感化万民，对天降临。咱用使徒圣经做咱的信仰告白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子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丢彼拉多任内受苦，定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。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，上天，担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柄，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圣，共同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罪赦免，肉体搁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这是咱3到6启应，启应文33篇。以赛亚40章，恁究竟要将一罪比拼上帝？用什么形象甲上帝比拼啊？恁举目看顶面，看一罪创造者的，照小目带遐万军出来。伊一个一个称因的名，因为伊的大权能、大气力，连一个也无。雅各啊，你啥事讲？以色列啊，你啥事讲？我的道路稳捌伫耶和华，我的案件无得到上帝料理。你敢袂知吗？你敢无听见吗？永永伫地上帝耶和华创造地极的，伊无夜也无先，伊的智慧无通测度。夜先的伊，互伊能力；软正的伊加添伊开力。
少年人也会野，也会先；勇壮的人也会跋倒。独独我可摇花的，要得到新的气力。伊要亲像鹰鸟铁翅飞悬，因走也袂野，行也袂先。这是个来吟圣诗321首，圣诗321首，万国万人拢有一摆，咱吟全首。万国万人拢有一摆，我心对主是应该。真假善恶是上道情，道理你我得一边。大目标定心立志，定理行动也随命。你所竞选，赶紧决定，要点无暗也光明，为着真理有时吃亏，何那用好是宝贵？轻佻真理，命里相同，行你到月成功，勇敢的人竞选真理，小胆的人闪拼赢，将所固抓好的信用，到尾将人为英雄。人罪恶暂时中刑，到尾真理会得胜。是有当现，在伊后面，也是地位小短大。只有可做比因将来，比了人为在世间，上帝给你我心命，我是看到你家己。咱同心来祈祷，听阮的爸上帝，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，是万福源头的上帝。阮要敬拜阿罗你，也献上阮的感谢，感谢你保守看顾阮平安，感谢你赏赐够野的雨水，互阮的生活无受欠水的影响。是阮的主，求你赦免阮，常常将你的恩典当作理所当然，毋知感恩，毋知满足。求你赦免阮，亲爱的主，阮要为着阮台湾所拄着的疫情，求主怜悯帮助台湾，互疫情早日得到控制，保守第一线医护人员平安健康，互较真的得到好的医疗甲照顾。主啊，你若肯，求你互病毒消无，互阮恢复正常的生活。阮安尼祈祷是靠主耶稣基督名求，阿免。上帝应该就是拄起世间。
求你怜悯我，上帝有功，就是拄起世间的罪。强守上帝的话，记载旧约圣经以赛亚书第43章18节到19节。18节，耶和华安尼讲：你毋通纪念前的事，也毋通想早前的代志。看，我要做一项新的事，等得发现，恁敢毋知吗？我要伫旷野开道路。伫沙漠开江河。来看一位圣经记载新约圣经约翰福音14章12节。新约圣经约翰福音14章12节。我实实甲恁讲，信我的人，我所行的，伊要行伊。就比遮的事较大的也要行伊，因为我归伫爸，讲道题目与神同做美事，咱请曾牧师。所听也这大家平安，咱做伙来领受上帝所赏赐咱对天日来伊的能力。伊的稳定，甲伊所享受平安甲喜乐，咱同心来祈祷。至圣的主伫圣主日，阮来亲近你，因为每一个圣主日拢是阮纪念主耶稣所享受恩望搁活的日子。阮同齐做伙敬拜的时，阮深深知影你的圣神就踮伫阮的中间。阮要用较无的心拍开阮的心门，摒开阮内心的误会。来迎接主耶稣你搁我新的活命，你是一个最新的事、享受新的活命的上帝。伫今仔日的礼拜，阮要伫患难中、伫惊吓中，来仰望头前你所甲阮备办美妙的事。愿你的圣神对阮讲话，愿你对天灵拍开天窗，摒落你的荣耀恩惠、圣神的权能伫阮的中间。愿同心伫你的面前静静听。求主你圣神甲阮三甲地地，阮安尼恳求祈祷，我靠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所听也这咱伫疫情停止大家做伙组织的实际的礼拜，但是上帝互咱伫真早就知影讲，今仔日有这个需要，所以咱要感谢上帝，互咱教会有超前的部署。伫旧年开始，咱有副堂。然后咱有好的音响的设备，至到咱真容易，就是这个艰难困苦的时，马上就会当进入伫这个网络同心的做礼拜。这几礼拜牧师的信息拢徛伫祈祷，也徛伫安慰。但是今仔日牧师仰望，咱无搁再伫惊吓的中间咧吐气，嘛无搁再伫惊吓的中间咧求叫讲，主啊，你怜悯我，愿咱放落心中的甜伴，愿咱开始来讲一寡有仰望的信息。我要甲兄弟姊妹提醒，咱的教会伫今年就满89年，每年对咱的教会来讲，应该是庆祝90岁的生日。当然，庆祝90岁的生日是一项大代志，但是牧师感觉有一个更要紧的智慧，上帝咧甲咱提醒。毋是干那为着90年的历史，毋是干那咧纪念过去的故事，咱应该爱拍开咱的心胸，将咱的目睭看搁较远，咱会当看到毋是90周年的庆典，咱是伫上帝面前求讨一个新的意象甲使命。换一句话，毋是咧讲90年来咱同齐做了什么奇妙的作为，
咱伫90周年中间有甚物对上帝感恩的事？搁较要紧，即间教会伫要迎旨100岁的时，咱要安怎来做安静思考、备办祈祷，就是要邀请兄弟姊妹，咱做伙来做超前部署。超前部署对咱今仔日即个疫情，真侪人拢感觉真重要。就亲像伫饥荒要来进前，咱来当提早准备7年的丰收，就会当保守7年饥荒中间无欠缺、无危险。愿天父上帝赏赐即间教会，迈向100年的时阵，咱会当有新的意向、新的使命。所以伫读圣经的时，今仔日咱所读的以赛亚第43章，伊讲看，我要做新的事，恁咸毋知嘛？恁要发现，这是耶和华上帝对伊的百姓讲，伊要做新的事。但是搁较头前，伊讲毋通纪念过去的事，迄个意思毋是咧讲起历史无重要，迄个意思就是咧讲起，着放落一切颠簸，勇敢向前行。嘛，就是耶稣讲，手还落尾的人未堪得入天国，手扶着理想好看的人不配进天国。所以迈向头前100周年超前部署的时，毋是干那咧夸口讲咱伫这90年咱做了甚物，搁较要紧就是甲上帝讲，阮是一间永远向前的教会，阮的人生嘛是一个永远向前的人生。愿天父上帝甲咱三甲伫地。一开始，我要甲咱兄弟姊妹对圣经的中间来问耶稣讲：主耶稣讲，我所做的事，恁嘛要做，而且恁要做的事，比我所做的搁较大。所听兄弟姊妹，主耶稣讲，咱要受伊的祝福，受伊的差遣，咱要做搁较大的事。当我读到这个经文的时，我对心中深深感觉惊吓。我对我家己的心来问讲：我是甚物人？我怎样会通大胆甲耶稣讲，我伫一生中间要做比你更较大的事呢？所听兄弟姊妹，耶稣讲这句话是一个真特别的提醒，咱毋免惊，咱无比耶稣较高，咱嘛毋敢骄傲讲咱要做大事。但是到底耶稣鼓励伊的学生建立伊的教会，伊讲将来你要做大事。伫耶稣的目睭中，伫上帝的心意内底，上帝看甚物最要紧，耶稣看甚物最宝贝甲重大。用一个故事来做开始。德蕾莎小女一生所做，互世间人真侪的感动。其中有一个真小的故事，就是伊照顾一个对伊真得意、无礼貌的庙公。这个庙公拄伫伊的这个仁爱之家的对面，所以常常甲伊糟蹋，常常甲伊侮辱。但是无拍算，这个庙公到年老的时，竟然破病。德蕾莎小女，不管伊有对过去得罪伊，还是安怎，德蕾莎小女犹原好款待伊，抱伊带伊来到伊的仁爱之家，伫个所在照顾伊，款待伊。这个人起初心内真精进、真见效，所以拒绝德蕾莎小女的照顾。到后来，伊受到德蕾莎小女疼的感动，伊问修女讲：“我对你遐尼无礼貌，为什么你嘛要照顾我？”德蕾莎小女微微啊笑，拢无讲什么。后来，伫伊受照顾的年日中间，伊发现德蕾莎小女常常有一条伫伊胸前的十字架。迄个十字架有一个真特别的十字架顶端有一个人伫个所在。后来伊就问讲：“这个故事是什么？”德蕾莎小女甲伊讲：“这就是耶稣的故事，耶稣的疼。”这个老大人问德蕾莎讲：“这个是你的上帝哦？伊做了什么歹代志？若无？”是安怎较遮歹命？原来印度人因感觉做好事有好报，做歹事有歹报，因袂通了解耶稣基督的十字架。但是德蕾莎小女犹原是安尼，无讲大道理。伊只有甲伊讲，耶稣疼咱每一个人，所听兄弟姊妹，什么是大代志？
德蕾莎修女的上帝，甲咱是同一个上帝。德蕾莎修女的上帝，嘛就是早前耶稣基督的上帝，以及所有门徒的上帝。所以耶稣找紧伊的门徒，要为着上帝国的扩夸，为着上帝国的临到，为着上帝最大事。所以耶稣甲伊讲：恁要做更较大的事。既然相信我，信靠我的人，天顶的上帝要互因参与伫上帝奇妙的作为。所听兄弟姊妹，咱的上帝是一个有故事的上帝，咱的上帝嘛是一个最新的代志的上帝，是有故事做新事，有故事最新的事的上帝。所听兄弟姊妹，今仔这个礼拜是一个定心领受耶稣应允的礼拜，因为伊呼召伊的门徒，伊嘛呼召咱，成做一个卓越的人生、辉煌的人生。求天父上帝将这个尊贵、有价值的画面放伫咱的中间。其实真侪人拢爱做面盲，有雄心壮志。伫教会历史中间，常常有这种伟大信仰的前辈，因做了100年后，还阁咧激励人、感动人美妙的代志，为主做大事。甲这个世间人咧讲的大小是无共款。愿咱得到圣神的帮助甲怜悯，咱对今仔这个圣经，咱安静谦卑、静静来听。咱求圣神讲互咱听，咱嘛问上帝讲：上帝，阮今仔所共读的这段圣经的话，到底你要甲阮讲什么？咱搁来看一摆，今仔日书记执事为咱读的这段经文，伊讲看，耶和华我要做一项新的事，大家发现人间唔知吗？我要伫旷野开道路，沙漠开江河。下半句是咱德登教会这30几年来的信仰的见证。德登教会过去捌伫空闲、伫欠过、伫跋倒、伫衰微、伫孤单的中间，但是咱的上帝伊怎样怜悯帮助咱，互咱的教会亲像顶头生。所以当咱每一摆做伙同齐读这段圣经的时，咱拢对心中有戚戚焉，咱就讲阿们。因为咱的上帝是一个旷野开道路的上帝，伊是伫沙漠开江河的上帝。不但伫教会所听的姊妹，伫将来恁的人生道路顶悬，这个上帝有缘要做安尼。愿恁用这段圣经，恁甲上帝讲：哈利路亚！主啊，我要赞美阿乐，因为你是真个我的上帝。求你互我的一生看见上帝你奇妙的计划。互我真正明白，你伫逐世代最新的事。我毋是干那要讲以色列人的历史，我毋是干那要讲德登教会80周年的历史、90周年的历史。阮更较要紧是要讲起将来的愿望。历史是已经发生的事，将来的愿望是上帝要做的事。愿你甲阮三甲指定。所以耶稣甲伊的学生讲：我实实甲恁讲，实实甲恁讲，这个字。伫圣经原文讲阿们阿们，我阿们甲你讲，我阿们甲你讲，英语讲 Truly Truly I say to you， 我对你讲，愿天父上帝的话正人就听。耶稣讲，信靠我的人，我所行的，伊嘛要行。这个意思就是，我伫地上所做的事，恁嘛照安尼去做。这是第一个这个经文中间互咱的信息。耶稣找起咱做伊手所做的事，所以教会是代替耶稣伫今仔这个世代做2000年前耶稣咧做的事。第二，耶稣甲伊学生讲，要比这的事搁较大，要比这的事较大，恁嘛要行伊。那论大小的时，咱心中就要有一种的疑问：我是什么人？我有什么才调？我有什么才情？我敢伫耶稣的面前夸口讲，我要做2000年前，我比伊做的代志更较大的事，行伫今仔日的。什么是大事？耶稣伫这个所在咧所讲的大事，其实就是咱常常伫教会灵修培灵的中间咧讲国度性的事工，
天国的事工，上帝国的事工。耶稣咧讲，更较大的事意思就是恁要替我要找见恁去开阔上帝国的事工。所以，爱弟姊妹，伫上帝的目睭，全然无分大小，只有一项真心、真性、真力、真意。伫上帝的目睭，其实无大甲小。送向人乞食寡妇，伊所献的小款，伫上帝的目睭看做宝贝。所以咱深深知影，上帝毋是看悬无看低，看大无看小。但是今仔日的经文咧，甲咱讲起，上帝要互咱一个非凡的人生、卓越的人生，一个绝对超越的人生。伊的意思就是，上帝国临到，伫地人亲就伫天人。原咱伫今仔日的经文，咱甲耶稣同行，咱嘛伫上帝的面前，搁一摆坚定咱的信心，因为咱的上帝是有故事、做心事的神。咱的上帝是一个成就美妙大事的上帝。兄弟，爱常常甲你的囡仔讲，靠人袂话，但是靠上帝凡事拢话。我的上帝是一个成就美妙大事的上帝，伊有故事，伊最新的事。圣经中间所记载所有的故事，拢来讲起上帝是活我的上帝，伊存在伫伊的百姓的中间，伊是创造的上帝，伊是拯救的上帝，伊嘛是一个分别罪性的上帝，伊嘛是一个毁灭黑暗关系的上帝。咱的教会嘛有故事，但是咱来甲咱的上帝同款，常常最新的事。愿上帝赏赐咱的教会迈向100周年，兄弟姊妹，咱同齐来祈祷，甲牧师同心，咱教会大大小小拢同心。咱甲上帝讲，阮无要回头看阮的历史哪定，历史已经发生，阮就献互上帝。但是阮要专心注目看头前，因为阮的囡仔要大汉，因为阮的教会要向前，因为上帝你要做新的事，伫阮的人生的中间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咱是乡村的小教会，但是要为主做大事。咱是乡村的小教会，总是要为主做大事。这礼拜恁有接到牧师铺伫德蕾莎小女的故事，伫 Facebook 顶端。这是一个人，伊称呼伊所毋捌的基督教的修女德蕾莎小女。伊讲德蕾莎小女就亲像一个全世界上伟大的乞食。最伟大的乞丐，就亲像咱二林四乡镇中间，常常人若讲到喜乐阿嬷，拢讲伊是美国来的妈祖婆。因用因的世界观，用因的宗教观，因看到上帝成就大事，因看到一个卑微的负责人，怎样使上帝来使用。所以兄弟姊妹，上帝要将这个荣耀，将这种的尊贵，肯定每一个甲上帝讲阿们的人。你我咱受福气的人，咱同齐甲主耶稣，因为耶稣讲：我所做的，恁嘛要做；我是恁的先生，恁嘛就照安尼去行。愿咱伫主的面前，咱大胆讲：主，我要为你做大事，但是毋是骄傲。我要大事，就是讲，我要在山顶喊叫，让全世界都知道，救主的爱已经临到。伫我大学的时代，有一条诗歌叫做《传给人》。这条诗歌的最后一句就是讲：我要大声做大事，我要徛伫山尖的所在，伫遐大声的喊话唱歌。我的主的救恩已经临到啊！主耶稣已经降临嘛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原来的生命就是一条传给人的诗歌。咱伫主的面前，咱做伙来思考三个伫今仔日圣经中间真要紧、真宝贝的信仰的态度甲观念。第一，咱搁一摆讲哈利路亚，因为我的上帝是成就美妙大事的上帝，伊是早伫地、今仔伫地、将来嘛永远伫地。圣经安尼讲，圣经安尼成就，今仔日伫我的人生嘛要照安尼来成就伊的恩惠甲伊的掌权。将来我的囡仔，伊嘛要甲这个耶和华上帝同行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的上帝是一个成就美妙的上帝。咱来看几十个旧约的经文，恁就知影讲，其实对旧约到新约到今仔日，这个上帝拢要阁是安尼咧做代志。
约伯记伫苦难的中间，上要紧有2段圣经记即句话。约伯记伊上伟大的所在，就是咧讲佢有超越苦难的信心。约伯讲：我的上帝是一个行大事不可测度、行奇事不可胜数。我的上帝是最大事、最奇妙的事的上帝。兄弟，你的上帝甲约伯的上帝有共人嘛？约伯的上帝甲德雷莎小女的上帝有共人嘛？德雷莎小女的上帝甲希洛阿嬷的上帝有共人嘛？希洛阿嬷的上帝甲欲长终身的上帝有共人嘛？因的上帝甲咱的上帝，拢是同一个伟大的上帝。所以连玛利亚嘛，伫伊的话祈祷的中间，伊安尼讲：迄个大权能的上帝为我成就了大事，伊的名称作圣。迄个大权能的上帝耶和华为着我成就美妙的大事，伊的名称作圣洁、至尊至圣的上帝。兄弟姊妹，做礼拜上要紧的态度，就是搁一摆。当咱组织信仰告别的时阵，就是咧告别讲，阮这个家庭就是一个信靠上帝的家庭。阮这个家庭就是尊主最大的上帝。阮每一摆做信仰告别的时阵，其实就是宣告讲，耶和华阮的上帝，你的囝儿即摆组织伫你的面前咧做礼拜。兄弟，恁已经1个月无来到教会礼拜堂做礼拜，但是我深深相信，伫恁的厝里，我拢知影恁嘛有同心咧做礼拜。因为伫咱拜三的晚祷，我知影即礼拜有15个人伫网络顶悬。甲教会4个人，咱总共19个人咧做敬拜赞美。我嘛知影伫查经的中间，虽然即摆愈无方便用网络，但是真好笑，就是当咱开始伫网络查经的时阵，人数竟然超过牧师较早伫教会内底咧带的1倍、2倍。哦，以后上好就拢莫来教会查经，拢当网络查经就好啊，因为安尼人数好亲像。无减少，搁哪加添？当然牧师无爱安尼，因为咱会当面对面，较温暖。所以弟兄妹，愿咱做伙伫今仔日的礼拜，仰望咱的主，约伯拄则所讲的迄段圣经，有记载伫2个所在。这段是同款的字，伊记载伫第5章。伊讲论到我要将我的事来仰望耶和华。兄弟姊妹，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做伙将你的生命中间，你所拄到的艰难、你的跋倒、你的计较、你的软弱、你的欠缺，甚至你的绝望，咱做伙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学习约伯，咱甲上帝讲：上帝，我要全然仰望你，我要将我心中所看入的事，来交托伫你的手中。唔通惊困难，爱一生有一种的信心。无论什么种的境遇，耶和华拢是我的上帝。愿咱伫伊的面前，咱深深知影讲，咱的上帝是一个成就美妙的大事。每一摆咱读圣经的故事，咱就讲阿门。每一摆阿门的时候，咱甲上帝讲：伊有的，我嘛要有。意思就是上帝你伫古早所做的事，叫做故事，叫做历史。但是，今仔日伫我的身躯顶悬发生的信仰的事，就是新的事，就是福音的事。愿天父上帝听你的祈祷，当你讲阿门的时，上帝对天灵伸出伊里面的手，抱你、扶持你。第二，伫今仔日圣经的中间，这个信息，咱是毋是当当心做一个决志？一开始牧师有甲咱分享讲。今仔日的礼拜的信息是为着要迈向咱的德堂教会100周年。咱的教会是1932年建立的教会，到2032年，就是搁11年后，咱的教会就要庆祝100岁的庆典。迄个时阵，检察牧师已经无伫恁的中间，但是上帝要兴起今仔日德堂教会新的约书亚。上帝伫咱的中间要兴起另外一个新的一代，咱的囡仔，咱检察无都亲像咱的亲像以色列人的老一辈，无拄有机会进入迦南地，但是
当咱的教会100周年的时候，咱的囡仔一定要进入迦南地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对今仔日咱备班为主做大事。耶稣的话安尼讲：信我的人，我所行的，伊嘛要行；信我的人，我所做的事，伊嘛要做。耶稣所行的，毋是咧指伊用脚行伫各各他加利利湖边约旦河边，毋是。耶稣所行的意思就是也行事为人。耶稣所做，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互咱伫今仔日，咱对耶稣所得到的为主做。所以这段经文内底讲到2个真要紧的圣经内底的真要紧的字。第一，耶稣做什么？做这个字伫原文顶冠叫做 poieo， 这个字伊原文的意思就是实行、实现，照安尼去行。耶稣所做，咱去实行，咱去实现，咱照安尼去行，就是照着去做。耶稣甲伊学生洗脚，伊讲：恁着照安尼来做。这句话就是这个意思。第二，伊讲：恁要做更较大的事。更较大的事，这个字叫做 megas， 这个字伫英语嘛叫做 mega， 希腊语嘛叫做 megas。这个字伊咧讲的意思就是开阔、拆除、伟大，互人赞叹、奥妙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毋是咧指大小，毋是咧指济少，伊是咧指本质甲价值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咱的生命是有价值的，咱的生命是尊贵的，咱的生命要荣耀上帝。愿咱伫今仔日，兄弟姊妹，我要邀请恁认真想，因为这个问题会全然改变咱人生史，互咱做明白人。当咱了解耶稣的心意了，咱会成做一个有明白的人，无容易受迷惑。耶稣目睭中所看的大事是甚么？世间人10个9个，甚至10个拢咧追求荣华富贵。但是耶稣所讲的是安尼吗？这个世间有真侪教会，感觉因着爱愈侪人愈大经，愈好嘢奉献愈侪，安尼才会当荣耀上帝。敢安尼吗？耶稣的教会敢一定爱食做大教派、大企业，人侪？人多无一定有一个叫做德雷莎，伊互遐个绝望的人，甲伊称做伊的贵人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对生命的故事，咱真心来想。做你今仔日甲我讲的，最大事的教会，最大事的人生，最什么种的大事？愿天父上帝鼓励咱，因为咱的上帝是一个美妙的上帝。伊要互咱修好掉来学习伊，所以保罗是一个真深深知影耶稣基督是一个成就大事的上帝。所以保罗伫这个所在，伊讲：恁爱学习我，恁对我所领受的、所听的、所看的，这事恁爱照安尼去行。意思就是一个牧师伫讲道中间讲：恁伫礼拜中间所听的、所看的、所经验的，恁都爱照安尼去行。但是这个牧师，伊最要紧是这个字写无对，亲像我学耶稣基督，恁学我，亲像我知影，我应该谦卑学习主耶稣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所以保罗所讲的这句话，等同定义就是耶稣伊家己讲：你伫我身躯顶端所看，你看到我行各各他的路，你看我伫十字架顶端。你看我怎样伫迄个太高的人、破病的人这个基督、这个颂扬人，我怎样甲因做至好的朋友？所以兄弟姊妹，耶稣讲最大事的意思就是，恁着照安尼去做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。德雷莎少年有真侪属灵的领袖智慧，但是伊是一个无常常讲道的人，伊无爱讲大道理。我一生有一个足大的福分，就是伫我大学的时阵，有机会伫台南听到伊的讲道。伫迄个中间，我知影伊的主题，到今仔日我还会记。
伊只有讲神爱世人。我对心中100%无怀疑，因为伊安怎讲道，伊也未讲道，伊的生命就是伊的讲道。今日这牧师放伫这个投影片顶面，这句话，伊的言语是原文的意思是讲，也德雷莎少年讲，唔免烦恼要做啥大事小事，唔免。德雷莎少年讲，当你将你的心献予上帝，你真正疼上帝，你真正仰望真做一个伟大的人的时阵，事不在大小。事在伫你的心中有疼，心中的疼偌济，上帝看向事做大甲小，也这有道理嘛？人生的成功，人生的大事，不在大小，乃是在伫咱的心疼住偌济。德雷莎修女照顾真侪临终的老人，因拢有共一种的回馈，就亲像有其中一个老大人，伊安尼讲，伊讲我活伫外面的世界，亲像一只野狗，可怜。伊讲，当我要死的时，你抱我入来，你甲我照顾，亲像 VIP 5颗星的旅社，天堂，你互我亲像天使。所以爱弟姊妹，教会毋免讲大道理。基督徒嘛，毋免讲偌济圣经的道理，咱常常早早念，咧甲咱的囡仔念。但是咱的囡仔敢有感觉你的家庭是天堂？所以，弟姊妹，若互人感觉伊生活伫天堂，迄个人就是讲道者。我咱伫主的面前，咱甲主讲：主啊，我要照你做，做你所做，因为这个事你做伫正人的中间。耶稣安尼讲。这个事，恁既然做伫我的兄弟中间至微细一个，就是做伫我的身上。咱做伫乞食，做伫边缘人，做伫身障者，做伫孤儿寡妇，做伫任何一个孤单无人愿意陪伴伊的人，你就是做伫耶稣基督的身上。兄弟，耶稣今仔日甲咱讲：做我所做，行我所行。做耶稣伊在生所做的，所以咱伫教会内底查经最重要的，就是要主要看到耶稣伊所做奇妙的事。我咱伫伊的面前，带入来交伫咱的家己的教会，咱甲上帝讲：主互这间教会就是你临在的教会，毋是出一支喙，是出一支双手；毋是出一支喙，是出双手甲双骹。做你所做，行你所行，主帮助咱的教会改变，祝福咱的教会为伊做大事，勇敢壮大，雄心壮志。对今仔日开始，因为咱明白大小事，咱知影上帝看做好的，伊讲恁着献做偌济，是上帝所欢喜的，是圣洁的上帝所欢喜的。咱的生命来全然了上帝，追求上帝所欢喜的事，咱的生命就是参悟上帝。所以最后，咱要伫今仔日的经文顶悬，倒来到伫拄则所讲的圣经经文的真正的精神，为主做大事，这是咱今仔日的祈祷。祝福了咱，一方面找见咱做工，一方面要互咱享受真正的尊贵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通过圣经，通过圣信，咱明白什么是一个绝对的。什么是一个奥妙的？什么是一个尊贵的生命？什么是耶稣伊教伊学生讲大小事？咱会记得耶稣传道理的时，有两个兄弟，伊的老母甲伊讲：主啊，自你将来天国临到的时，互我的囝儿一个坐正边，一个坐倒边。也袂认捌耶稣的人，也袂认捌福音的人，也袂认捌上帝国的本质的人，才会安尼求。愿咱伫天父上帝嘛是安尼求。咱讲主啊，互我毋是坐正边，毋是坐左边，互我是坐伫你的身边，享受你的疼。正边倒边无重要，较重要是主甲咱三甲伫地。咱用心来思考今仔日的经文，咱伫伊的面前反省。耶稣所讲的国度性的事工。
今仔日咱是努力互长老教会成做愈大的教派吗？今仔日咱的教会是要互咱的教会经营愈侪企业吗？今仔日咱是要互咱的教会成做一个帝国有权有利吗？咱今仔日需要为上帝奉献金银财宝吗？这个敢是上帝早就已经有嘛？咱的信仰前辈讲，上帝，你所爱的小姐，你若爱我就要献。但是我知影，你更较爱，就是忧伤痛悔怜悯人的心。做明白人，做聪明人，做真正明白福音的本质的基督徒较重要，因为咱的生命即是要进入上帝荣耀的国度。什么是咱人生中间最重要的事？爱用上帝目睭看，毋是用你我咱的目睭看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。虽然这段经文是出自一个真正无介成功的一个先知巴兰，伫当时的外邦人的国王要求伊做大事，巴兰其实有私心，但是伊毋敢僭越，毋敢误逆上帝，所以讲我一生无论做大事做小事，拢袂通超出我的上帝的命令。所以兄弟姊妹，顶礼拜牧师甲恁分享分别做成的意思就是安尼。无论大事小事，上帝讲就是。愿咱伫主的面前，咱爱深深知影，生命的大事是对上帝来。生命的大事就是献予上帝的事，就是大事。生命的大事、尊贵的事，是上帝所想事。既然一个卑微的圣囝所献的五块饼两尾鱼，是小小的五块饼两尾鱼，伫上帝手中看伊做宝贝。所听的姊妹，现今所存有信、有愿望、有仁爱，其中最大的事就是三听。保罗讲，现今所存的信、愿望甲仁爱，所以最大事的意思就是传上帝的真道。最大事的意思就是传上帝所想事愿望的喜年。最上帝大事就是伫孤单、伫软弱、伫绝望的中间，耶稣基督十字架的疼。总是主讲，以爱做小事，唔免烦恼大事小事，事不在大小，乃是在伫你心中疼的大甲小。愿主甲咱三个指定，对信仰耶稣基督的卡者，对咱信仰的前辈，亲像因对耶稣基督的卡者。咱的教会100周年，唔免做大事，只要有疼。兄弟阿们嘛，咱同心来祈祷。怜悯世间人的上帝，阮伫今仔日已经称你做阮的主，但是阮的心中有时犹阁雾无明，阮要恳求你怜悯帮助阮，主开阮的目睭，开阮的心窗，互阮真正认捌。你看做大甲小，愿天父上帝甲阮三个基地，伫阮做礼拜的时，你接纳阮伫你的面前，你垂听阮，诚做你尊贵的罗卜。阮所做的工有一日，互人讲，你互我亲像天使，互阮好款待人，互阮诚做耶稣基督的学生。愿安尼祈祷，我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现在咱要做伙来行平安礼，咱要用咱的教会的相片，咱互相笑脸。咱伫耶稣听你的时，咱对心中笑脸，咱袂当坐伫你的身边的兄弟姊妹。咱用这条诗歌伫主的面前，为着咱的教会来祈祷，讲主啊，互阮的教会诚做一个有听的教会。
合起就是耶稣永远听你，伊亲求你，伊亲求你，伫你的双中做大的愿望就是耶稣的亲求你，伊亲求你脱离罪恶，伊因带你踏入光明前途。所以要邀请咱用咱今仔日的祈祷来做咱的祈祷。
我来报告。敬酒聚会，请咱家己看。本周聚会，祈祷会拜三8点伫线上，青少课，家庭礼拜甲青少课暂停。查经班7点半伫线上，圣港活塞。下礼拜私会，请陈忠信长老，司琴请刘义民兄弟。新安讲读经表，请咱照这顺序来领受。集体交通，愿上帝慈爱甲宽屏，保守大家平安健康。第二，疫情期间，愿上帝保守大家，大家我靠信心的保守，毋通过头惊吓，最好自我保护。出外时会记得戴喙篮，入门的时会记得洗手、喷酒精。尽量避免外出，互疫情早日得到控制。第三，牧师提供线上查经，愿意参加的人请下载微软，加入特定教会查经群组。有问题请联络牧师也是义诊。请为第四，请为生日的来代祷。代祷事项为台湾甲世界度过武汉肺炎感染期代祷。第二，为新生欠安的兄弟代祷；第三，为教会青年新心灵课业代祷；第四，为适婚的青年婚姻代祷；第五，为姊妹教会代祷妇人一周得去打牙。以上，这是咱来吟上行圣诗510首，阿乐天顶主宰。创造天地甲海，保护万民，人人伫普天的同心敬拜。吟诗煞请牧师接祷。主宰，创造天地甲海，保护万民。人人的普天的同心的那上帝，阿罗三位一体，白行相信。阿门。咱同心来祈祷。我将恁交伫三位一体上帝圣手，愿伊的平安。也早伫恁的生命中，互恁心、身、灵拢得到保守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天父上帝的疼痛、圣神的感动，相通扶持，甲恁众人三个伫地，对即时到永远无尽。阿门。阿门。阿门。大家平安，上帝听甲恁三个伫地。后礼拜，咱个同心做礼拜，耶稣听你平安。